歡迎嚟到 DSE MC 1分鐘，我係 Louis，一齊睇下條題目點做啦。題目就話線形嘅弧長係8πcm，而面積就係80πcm 二次，就想我哋揾翻線形嘅角。面對呢類題目，首先我哋要記翻線形嘅兩個公式先。弧長係2πr 乘 θ/360度，而面積就係πr 二次乘 θ/360度。知道之後，我哋可以寫成兩條式，然後將二式除一式，化簡之後，π θ/360同 r 會約走，得出 r/2 等於10，所以 r 等於20。最後將 r 等於20代翻入一式，化簡後就會揾到 θ 係72度啦，所以答案係 D。如果想我教你更多，可以去我個網站預約試堂。